案例研究為 AI 提供咗佢最重視嘅嘢，由可驗證、證據支持嘅具體聲明。然而，大多數企業將案例研究寫成營銷故事，而非可引用嘅參考材料。為 AI 提取重構你嘅成功故事，將佢哋從銷售副材轉變為跨品牌贏得 AI 引用嘅 GO 資產。案例研究喺 GO 中特別有價值，因為佢哋提供咗 AI 最需要嘅獨特組合、真實數據、具體方法、可驗證結果同行業背景。當用戶問 AI 邊家設計公司能幫助電商提升銷售嘅時候，AI 需要證據量化嘅案例研究正係呢種證據。然而，大多數案例研究充滿模糊營銷語言，缺少 AI 能提取嘅具體數據點，圍繞可提取數據構建每個案例、挑戰、方法論同量化成果。通過 UX 重新設計，將結帳放棄率降低咗38%係可引用嘅，轉變咗客戶體驗則唔係。電商重新設計項目、金融平台啟動同埋醫療保健門戶實施，喺結果附帶數字時都變得可引用。包含行業背景、行業公司規模、市場具體挑戰，以便 AI 能將你嘅研究同香港專業服務嘅網頁設計成果等目標查詢匹配，實施帶有作者歸屬嘅 article schema 以增強可信度。